这样才有办法让我们一起齐心努力，同仇敌忾，拿到最后的总冠军。谢谢。好了，那再次各位同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开始仪式，那这个麦克风呢就交由我来。那我们先请准备来上场的同学们也请下站就我们的打旗位置。刚刚是用全力在丢吗？116公里，而且追是你状况还好吗？现在双方都很不错，可以跟上平正这场球。可以啊。今天穿中介球衣来这边开球，怎么感觉？不错啊，球衣不错。未来想要穿上这些球？同样颜色都可以了，虽然美国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去美国来台湾，对不对？开球有当过打手，有之前有当过，今年还是去？之前就有，对，只有当过打手。去年之前在花莲也有当过。你以前喜欢哪个球队？哪个球队跟哪个球队？没有特别喜欢的球队，都爱，因为旁边的那一个，对，被 game。继续，不要理我。我也好，对啊，下个。应该是输在我本身上面，因为那个调度，当然，因为我们下半局如果我们有得分的话，就等于会赢球，不用在11局，所以那个调度上面是以结果论看起来我是有瑕疵的，所以这方面已经这场球赛球员全部都已经尽力了，也都表现很好。就是这场球赛，但应该是在我的调度上面。那时候没有想换的，有，其实有小孩已经有准备好了，但是一整年 Kevin 是表现的都，尤其在下半季，其实他表现都不差，而且那个危机也化解得很好。所以只是说取得良好球以后，那个是有点可惜。能郑重比赛就是尽可能在危机来的时候要有化解能力嘛。那像这在我们养出局的时候铁上没有人的时候，我用43打穿出一个2分的一个契机，那就是今天赢球最大的关键。然后当然最后一局很紧绷啊，也很危险，但是也关系着个人奖，因为我的个人奖。那时候你们当下怎么看这个状况？也来到这一个时间点了，那我救援投手已经上场，我必须要相信我的救援投手去完成这场球赛。那很高兴，今天我们全员备战了这场球赛，抢下我们久违的下半季冠军。